一直想做一个柜子。做好之后呢，就做成小框，小框做好之后，整个组成组合起来。这里一个，下面一个抽屉，这个上面一个抽屉，这里两个隔板架子放酒的。这个已经基本好了了，穿好了了，但还要爆平它，你看这种啊，因为现在这次放进去还不一定放得进来，就是这边上都要修过才能放进去。这个只不过做了一个毛坯的抽屉，所有的部件都可以单独拆卸、单独组装的一个。要不然进去，它出来出不了，出来怎么样呢？靠这一根东西锁上。为什么我两边的拉手得多出一点呢？是吧？多出一点正好这里碰上，那边也是碰了。那么在抽进去的时候不是要过头的吗？那它这个拉手它两个头是突出来，是挡了这个东西。就这样。
设计好了之后，哇，老天，我计算了一下，不知道有多少个神号啊！但是它最难的难点还是在这儿，这个4个角，4个角它有一定的斜面，这个斜度跟上面的那个斜度都要配合好。如果不配合的不好的话，那就做不起来。所以我在做的时候，就是每一块板，就是包括这个部位，我画线啊什么的，画得特别仔细。如果你不仔细的话，我就是相物之间，相物卡在一起的地方，固定起来就是不那么坚固的。后来我做到后来，自己也没有兴趣，没信心的，知道吧？有时候也没信心，但是后来还是做好了。让我再看你从暖风到雨停，漫漫一天放晴，梦在小屋里，从陌生到熟悉，静静时光